好，来继续来看，去年10月，一台外国的货轮靠达伫个中华新港的外海，意外将这民众翕相登开热门景点。也毋过有一寡民众无了解到流水的变化，总是伫退流水的时阵，行到外海去翕相，当到中大水的时阵，已经互海水困掉的咯。这半年来，就发生3件人车受困的事件。海巡署讲，迄个所在是广告的危险的水域，请民众唔通去。两个大人，一个囡仔，3个人掉伫新港的外海，无度上花，海巡署赶紧出动救人。人平安救上岸，是讲因仔专工走去外海，原来是因为要翕这台西子山高级的货轮。这台货轮伫去年9月因为米塔风台来时呢，掉伫外海。结果因为拖袂行，船公司就咧放弃，只好将零件甲油料拢提走。结果呢，空船壳意外煞撑起来，互民众烧钱来遮翕相。不过中水后有真侪人煞掉伫外海。危险海域啦，它都采象形式的包覆。原来这个所在地形较特殊，离海岸线愈远，地形愈悬，可流的时会使行到外海，不过中水的时就袂赴转来啊。统计下来，只有3台，多数是外地来的民众，然后他们对水性及地形不熟悉。货轮离岸边超过2公里，若要救人无遐简单。不过民众往往看到美景就袂记危险，消防局专工伫遮采一支牌啊，冒写中水的时间，呼吁民众唔通为着翕相冒险入去。